一段時間咧冇同大家嚟深圳探店啦。咁今日咧，爸爸咧就過咗嚟深圳開會，咁我咧就喺附近咧揾咗間新嘅頭療店咧，上去試下喎。大家咧可以喺羅湖搭1站地鐵去到國貿站 B 出口嗰度出站。喺呢個位置出站之後咧，向住我手指指嘅方向，大約行5分鐘咧就可以去到嘉賓路嘅新華商業大廈噶啦。而家我哋搭 lift 上去9樓嗰間新店咧，喺905號室噶。新店咧叫做嘉裕頭道湯養生館，係頭道湯 mini 嘅加盟店嚟噶。大家跟住我哋一齊嚟參觀下呢間按摩店先啦。呢度咧有一個梳妝區，大家可以喺度吹頭同整理儀容噶。佢哋有私隱度高嘅單人房，亦都有雙人按摩房同埋雙人頭療房。呢邊呢有一間4人嘅頭療房，呢間4人頭療房呢仲可以變身啊，成為一間4人按摩房啊！睇下老闆娘呢示範呢個魔術先。呢邊呢就係做足浴分蒸嘅位置。如果大家咧行到上嚟一身汗咧，都可以沖涼先至做按摩嘅，或者咧做完按摩咧想沖涼都得。咁呢度咧有2間沖涼房啦，咁入邊咧已經有晒嗰啲洗頭水啊、沖涼液噶啦。咁另外咧隔離咧亦都有2個洗手間喺度嘅，咁都係座廁嚟嘅。咁啊望落都係好乾淨企理噶。咁睇下先，呢度亦都係有一個座廁嘅，睇下呢度洗手盆。佢哋咧原來都係頭道湯 mini 咧嘅加盟店嚟嘅喎，咁你咧嘅流程咧就會係好規範啦，因為我知道咧頭道湯 mini 咧都有一套好講究嘅一個程序嘅。呢度咧全場免小費同埋港幣1對1嘅，而且新張期間咧全場淨係收會員價啫。我今次咧就試做90分鐘嘅全息滋養頭療。好啦，我攞咗套衫啦，咁而家我換衫先啦，準備做頭療啦。3、5是不同的湯是嗎？不同的，味道都不同。味道也不同的，1號、2號、3號。喺用頭道湯洗頭之前呢，頭療師呢首先呢就用手指呢按壓我頭部嘅穴位。頭道湯 mini 呢對於3道湯呢都好講究噶。第1道湯呢就愛嚟開通道，第2道湯呢就係用嚟排邪氣，而第3道湯呢就愛嚟調循環。我做呢個90分鐘頭療套餐呢，就會包埋按肩頸放鬆嘅。頭療師呢，依家就用一啲精油呢幫我按鬆肩頸。而家呢，就用第1道湯呢幫我開通道啦。開通道嘅意思呢，即係洗走頭皮同頭髮上面嘅污垢。對，清潔頭皮和毛囊的污垢。頭療師呢，而家用一啲暖暖嘅頭道湯同埋嗰把根絡梳呢幫我梳頭。每一道湯呢都有啲唔同嘅中藥喺入邊嘅。水都是變成渾濁的了。剛剛倒出來的水會比較清亮。因為第1道水是清潔頭皮的，所以這個湯我們是不能留着。第2道和第3道我們可以留着，幫你做水循環。咁而家呢，就用第2道、第3道呢就可以做水循環喎。咩係水循環呢？我都唔知啊，一陣間試一試先。何首烏，何首烏、當歸，還有那個熟地百合。熟地百合、熟地同百合。第2道湯呢嘅成分有一啲唔同啦，不過溫度呢都係一樣，都係75度。係話夏天呢就係75度啊，冬天就85度。有時咧瞓覺瞓得唔好咧，敷下即係頭部嗰啲位置啦，敷下對眼咧都會可以舒緩啲疲勞嘅感覺。而家佢咧就將嗰條毛巾咧放咗喺我個頸後面啦，咁等啲熱力咧滲入去我頸後面嗰啲肌肉嗰度咯。用個根絡梳咧幫我梳通個頭皮嗰啲經絡。今次呢就係用第2道湯啦。泡一會就好了，對啊，因為我們後面還要做水循環的。對。乾泡，所以我們就給它泡。然後現在我們就是第3道湯。生薑、全當歸、黨參、仙檸皮。這些都是可以吃的中藥。所以第3道湯的話，我們是可以達到喝的級別。可以飲嘅添喎，呢個第3道湯。是的。梳原來都可以用嚟疏通埋淋巴喎，而家推緊條頸。
覺得好舒服啊，推條頸。程序啦，就用第3道湯嚟泡個頭啊。如果大家想咧，即係全身咁樣按晒咧，就可以做90分鐘嗰個療程啦。因為90分鐘嗰個咧就全包㗎啦，咁啊手啊、腳啊、頸啊、頭啊，加埋呢個水循環咧都會做晒㗎啦。對，這個洗頭水是沒有防腐劑、添加劑的。哦，冇防腐劑。抹乾個頭呢，再吹埋個頭呢，就完成咗呢個頭療嘅部分啦。咁樣瞓喺度吹頭呢，原來都好舒服噶。如果有需要呢，頭療師呢仲可以幫你做埋頭皮檢測。哦，就是如果做90分鐘就會做這個啊，對。哦，就是對，精華液。蠶絲修護精華液，修護髮絲的。一般女士會做的比較多。一般頭皮清淨液的話，就男士頭髮比較短，我們就建議做這個。哦，明白明白。哦。這個是可以促進血液循環的，按摩頭皮的。按摩頭皮的。對，改善頭痛啊。哦。就是別扭嗎？哦，有一點點。對對對。挺有趣的接受啊。對，它這個是按摩頭皮的。好似有啲電，少少微電流咧，通過個頭皮啊，吉下咁樣嘅。對。咁咧，佢都係刺激頭皮嘅作用。頭皮嗰度會清清爽爽的，很涼涼的感覺。注氧儀啊，呢個叫做。頭先咧，我就見到治療師就將嗰啲營養液咧加咗落去呢部機度啊。通過電流形成一個臭氧，然後就可以起到一個消炎殺菌的作用。先做完個頭療咧，依家覺得咧好清爽啊，同埋咧有啲涼涼嘅感覺啊，咁啊亦都好滑啊啲頭髮。咁啊做完好舒服啊！咁而家準備 MM 巴咧就準備做呢個水晶鹽嘅推油啊！咁咧衫幾好喎，佢後面咧都有啲鈕噶，咁啊唔使成件除晒啦，喺後面咧打開個紐扣就 OK 啦噃。精鹽有什麼特別的功效呢？其實水晶鹽它是可以消炎殺菌的，因為它是鹽嘛。哦。然後呢，它是因為我們把它加熱之後軟軟的，在身上就會很舒服，緩解疲勞，很好。緩解疲勞。對。這樣人身體會比較累，然後給它疏通經絡了之後，再用這個水晶鹽就會更舒服。是不是？睇住 MM 巴做呢個水晶鹽呢，都覺得佢好嘆好舒服啊！呢位5號按摩師嘅手勢呢都非常之好啊！佢之前幫我做頭療呢，按頭嘅時候我都覺得佢手勢好好噶啦。而家按摩師呢，就用暖暖嘅水晶鹽呢喺 MM 巴身體上面呢按壓啦。100分鐘嘅水晶鹽按摩呢，包含咗全身嘅按摩。而家呢，按摩師呢就幫爸爸隻腳呢推油啦。而家呢就到肚腩出場啦，爸爸呢之後有同我講返啊，按摩師幫佢按完個肚之後呢，佢個腸道真係暢通咗好多喎。按完之後嗰2日呢，佢排咗好多宿便出嚟啊。頭嘅程序呢，就嚟到按頭嘅部分啦。最後按摩師呢，就幫爸爸按埋個頭，按埋個頭呢，就完成100分鐘嘅水晶鹽按摩啦。呢度入邊咧就加咗咧蒸腳嘅中藥喺入邊嘅，咁陣間咧就會放到腳入去啦，可以分腳啦。呢個咧就25分鐘嘅程序啊。酒精消消。哦，首先咧消毒先，酒精消毒。MM 巴咧戴咗個腳套之後咧，就放咗佢雙腳咧入去呢個分桶嗰度啦。呢個分蒸咧係有去濕排毒嘅功效嘅。嘉悦頭道養生館呢，仲有一個好得意嘅美容機械人啊！園翼智能機械人哦，佢有5個探頭，每一個探頭都係有唔同嘅功效。哦。技師操作嘅同時，佢係自動計數啲每一個探頭係咩功效，係有咩作用嘅。哦。全程冇一啲水去操作嘅，全部都係原液，全部都係佢入邊嘅原液補充，一啲可以補水嘅物料嚟嘅物質嚟嘅。呢個頭啊，嗬。係。
呢個炭頭嘅話就係激活它的細胞再生，就是激活細胞再生，咁係個哪個炭頭？係提升緊緻嘅，打造小微面嘅。哦，小微面。嗯。咁呢個又係清潔啦，應該係清潔嘅花頭啊、粉絲啊。呢個係納米補水嘅。納米補水，納米補水嘅。呢個係即係紅血絲、敏感肌膚、敏感肌膚。哦，咁就5個炭頭喎，1、2、3、4、5，係喎。OK。好啦，我哋頭先咧就做完個頭療咧，同埋水晶鹽嘅推油啦。咁間店咧好新啦，而且咧裝修咧亦都有簡約嘅風格咧，令人咧感覺咧係好舒服嘅。按摩嘅時候聽住音樂咧，咁啊更加令到大家咧可以放鬆心情啦。咁啊按嘅師傅咧亦都手勢唔錯，而咧大家咧都可以上去咧美團啦或者點評上面咧揾下佢哋間店，咁啊揾下佢哋啲套餐。咁啊不過咧，如果睇到我哋影片上去咧，最優惠咧就係88蚊咧可以試做嗰個頭療啦，45分鐘加25分鐘，即係就係總共咧就係70分鐘。咁啊依家好優惠嘅價錢咧，大家可以嚟依間新店嗰度試下啦。另外呢，新章期間佢哋仲有充值嘅大酬賓，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嘅。大眾點評咧揾到間串燒嘅套餐，好似幾抵喎！依家過去對面嗰度咧試下呢間鳥美羅串燒啦，全羊串燒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哋今次嘅分享，記得讚好呢條短片，留言俾我哋。如果唔想錯過我哋嘅資訊呢，就記得訂閱埋我哋嘅頻道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